代論壇聲音專欄，隨你意外。山飛無言。詩篇43篇第3節咁樣講：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，好引導我，帶我到你的聖山，到你的居所。當文察表哥走咗之後，我回想到佢係咁愛山，山仿佛係佢嘅屬靈老師咁樣，築起我對山嘅好奇。佢點樣係從山得到啟迪，從中領會到創造主嘅心意呢？呢個秋天，我去到張家界走一遍，尤其是想探望哈利路亞山，因為電影《阿凡達》喺嗰度攞到靈感拍攝。咁樣嘅景致或者會幫助我明白多一啲。途進武陵源山區，果然感到氣勢磅礴，諸多個山峰高聳入雲，頭角崢嶸，或者懸崖峭壁，一尊尊嘅巨岩互相唔挨倚，竟都好似遺世獨立，靜守天地之間。我好想靜觀山景，不過喺登山嘅途中，前後都係滿晒遊人，而且嚟喋喋不休，講我嘅女女，我男蝶想咩咩咩班，我要我仔，我要我丈夫，我要我太太，點樣點樣，好多嘅邊行邊講，扛住成筐嘅紅塵呢，圍住個山走，各自喺度申訴自己嘅擔子有幾重。一啲都睇唔到，好似四周石英沙岩，其實係好罕見嘅楓林峽谷，係幾咁嘅壯觀。呢啲都好似與呢啲遊人佢係邊行邊講嘅時候係無關咁樣。我扶欄探頭睇山峽嘅深淵，見到樹藤同草叢蔓生，陽光都難以透進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記起詩句，你嘅瀑布發聲，深淵就與深淵響應，喺詩篇42篇嗰度講。Eugene Peterson 喺 Message 嘅版本咁樣譯：Chaos to chaos， 深淵就好似人嘅心一樣，用混亂嚟形容都幾貼切噶。嚟到哈利路亞山，果真係空靈秀日。若果遇上有薄嘅雲霧，一個個山好似一個個大頭咁樣懸浮喺半空，好似空中之城。呢種可望而不可攀登嘅感覺，使到我有一股衝動，好想借大鳥嘅翅膀喺呢啲山群之間呢就滑翔，睇清楚絕壁上面嘅青松同埋秋紅。睇嚟導演金馬倫嘅想象並不憑空，人嘅創作總有跡可尋，嚟自更大嘅創造嘅源頭。登上高山就能夠更加嘅接近神，我冇呢一種嘅感覺，我都係體味上帝深確可畏嘅一面。對住呢一份億萬年嘅創作山，邊一個能夠同創造者較量呢？邊個能夠參透佢嘅奧秘呢？昔日好多屬靈嘅偉人，好似摩西，就喺山上邊同神相遇同埋對話。
可見山確係有特別嘅含義。但係至於今代人，我哋嘅靈性生命往往就嘈吵雜亂，受到各樣事物嘅分心同埋遮蒙，登山都睇唔到山，亦都唔識山。就算走進最完美嘅桃花源，都裝載唔落。對於嗰位睇唔見嘅創造主，實在更加唔認識。我哋身為信徒都唔例外，仲要唔自欺欺人，要誠實面對自己，承認心靈係有一種需要，先能夠謙卑真正登上山上行。眾山昂首，一直安靜咁站喺上帝嘅面前，佢哋目送住呢啲落絕一群一群嘅人上山下山，絡繹不絕咁樣上山下山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